玩是溜。是我徐薇老师，有没有全体总动员大家来学客家话呢？今天是上班族用的，哎呀，上班下班要准时哦，5点啦，下班了，怎么说呢？上班下班爱准时。再来一次，上班上班下班下班，上就是上，下就是下，所以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爱准时，要准时哦。爱准时就是要准时，5点嘞，5点了，5点嘞，好下班嘞，哎呀，5点啦，好高兴哦，赶快下班了，好下班嘞，下班了，会了吗？哈，下班做唔得，就是不可以，做唔得，什么下班不可以？我行爱加班。我就是我，行爱就是还要怎么样？我行爱加班，加就是加减减那个加，所以加班就是加班的意思，很简单哦。好啦，那我先走喽，跟我先下班喽，我就先下班喽。我就是我，先就是先，我先下班喽，拜拜。哎，不要走啊，还要看示范演出哦。上班下班爱准时，5點咯，好下班咧。下班做唔得，我行愛加班。跟我先下班咯，聽過你再見咯，再見。好啦，教到这，徐薇老师要跟大家說，我要先下班咯，我先下班了，再見。